搖搖繩係一個需要經常更換嘅消耗品，但係有啲玩家咧幾日先換一條，有啲咧就一日換幾條。今日就嚟教下大家點樣判斷條搖搖繩到底需唔需要更換呢？喺玩搖搖嘅過程中搖搖繩係會吸收你嘅手汗，亦都會因為招式同埋離心力而不斷被拉扯，所以搖搖繩係會越玩越幼，越玩越長嘅，失去咗彈性啦，甚至會有斷裂嘅危險。咁但係幾耐需要換下一條搖搖繩呢？其實就冇標準答案嘅。以呢個 1A 為例練習比賽 combo 嘅時候，為咗要保持呢個競爭嘅狀態玩到肉眼見到條繩起舞就會換走佢噶啦。因為當搖搖繩少咗彈性嘅時候做招式就會冇咁順暢，會比較容易產生失誤。嗱，咁記住啦，如果遇到以下嘅情況我就會建議你盡快更換噶啦。第一就係條繩已經玩到見到少少黑色啦，咁代表你條繩已經用咗好耐好耐。第二就係打咗 kick 冇去解或者解唔到個 kick， 咁既然個 kick 好實好難解咁唔好慳就直接換咗佢啦。第三就係見到條繩有微微好似要斷開嘅感覺咁就要即刻換啦，因為玩玩下斷開咗係好危險。講到底其實幾時換繩都係睇你嘅個人需求。如果你係追求一個良好嘅手感咁就勤啲換。如果你想慳少少可以玩幾日先換，只要條繩未變到霉晒冇斷裂嘅危險我覺得都冇問題嘅。好啦，今日嘅教學就到呢度，有問題都可以留言，記得 subscribe 我